大家好，我是嘉君，我是一个台东人，自细汉伫咧台东大汉。台语是我的母语，嘛是我甲厝里的人交流的语言。伫咧学习表演进前，我其实无啥知影要安怎甲人表达我的感受。我是一个演员，表演对我来讲，就亲像我人生的启明老师。伊予我思考的机会，带我熟悉这个世界，熟悉我家己。伊予我一层叫做角色的保护伞，予我秘伫咧内底，会当大声讲出我的感受。徛伫咧舞台顶，会予我感觉我最有力量的。未来我若是有机会，我希望会当用我熟悉的语言，甲我上爱的表演，演戏予我上爱的人看。